ano tayo kalau si sarika ka hawi labi han silaw hanta dengay to anak ko kuswar taga ano huni hawi matatungod-tungod kita to suwar no huni hawi akaka rini kita atira 好，谢谢马里克老师。马里克老师，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看这个画面，你看得清楚吗？那个，你是说那个字体的大小 OK 吗？18 吗？对，我是说你现在看这个画面哈，那个字体的大小 OK 吗？可以，可以，可以哈。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那个小老师这边也会接续你来补充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37至62哈。第一个西巴西哦，西巴西，老师这个什么意思？18这边是讲的是擦拭啊，擦拭。老师你是说什么擦拭哦？哦，对对对，就是擦掉、抹去的意思哦。对对对，好，老师，那我想问你哦，你的语感上，那个 ship 那个你会怎么解释它的意思？西巴 ship， 它那个字。ship 的话，有一点是，我想看一下 ，ship 是很像有一点划线的意思。划线哦，哦，你有那个划线的意思是不是？OK， 因为我们在怎么讲，就是在擦拭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那种声音呢 ，ship。哦，所以你的理解是这样。那个是那个 ship 哈，那个是烟斗的那个管呐，有那个抽烟的那个什么烟斗不是吗？要 ship 干咩？哦，老师，你看一下这个画面，是这个字吗？烟斗的 ship 啊，吸烟的那个细细的杆子是不是？嘿啦，就吸管也是 ship 啊，对，就 ship 的话，就是有吸的那个意味，你知道吗？就是吸的那个声音，是不是？嘿，ship 干咩？那个抽烟的烟斗啊，还有那个抽烟的那个什么，都叫 ship 烟斗杆呢？嘿，烟斗杆呢？那个吸管也叫做 ship 吧？我吸管也是哈，对对对。对呀。所以那个长条形的、细细的，我们阿美族都会念成 ship， 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对。哦，所以这个老师，你们两个的一个是划线，一个是吸的那个声音嘛。老师，你讲的是声音吧？是不是 ？ship 那个是我讲的声音。好，我们来看一下 ship 有哪一些字。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吸烟杆？阿 ship 就是念朗读啊，朗读啊，念出来呀。笛子哦，老师你看我们那个笛子是不是个 ship 有吗？有没有这个字？个 ship 口哨，笛子啊，笛子哦，所以笛子对哈，个 ship 是口哨，笛子啊。有就是这个逻辑上应该是没错的。一个老师，你们两位都没错，因为你看 ship 笛子是不是细细长长的？对啊。那口哨就是那个嘴巴发出来的那个声音，你个失败，看到小姐用吹口哨的这样，表示赞美啊。每个失败都啦，开音这样。用口哨来吹啊。所以这个 ship 本身就是有一个就是
长条形的细细的东西，另外一个是吸的声音嘛。啊，那个马里克老师，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你刚刚讲那个划线啊，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吗？划线的意思吗？还是你现在有重新有别的意思？没有，原来我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划线的那个声音，也就是 ship 的那种声音的意思了。没有，我没有说划线，我刚刚的意OK， 那就跟小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不是长条细状的东西？对，是吗？我就像吸管啊，或是什么啊，抽烟的烟斗啊。对对对，那你看刚刚那个鼻子也是嘛？也白布，那个是抽烟的男生啊，不是烟斗哦，像喇叭型的那种也叫做吸吧。喇叭型的。对，吸烟的时候啊，前面放烟嘛，后面就有一个喇叭状的一个工具啊，然后用来吸烟这样啊，那个手才不会有烟味啊。那个老师，我可能想象力不够。总而言之，那个老师，你刚刚讲那个 sip， 我们可以归纳成，就是因为你说 sip 可以当吸管嘛，对不对？是有我们那个长笛笛子也叫歌 sip， 对不对？所以它也是细细长长的，所以我们把 sip 把它稍微现在先暂时解释成长条的细状物，可以吗？是可以。长条的形状，长条的形状是不是？这样子。马里克老师，你是说这样长条形状这样子 shape？ 是它是长条的，没有错啊。它会是它是一个空的，长条的，没有错啊。OK。对啊，刚刚那个方中老师小白老师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吸烟杆的那个杆。对，那个吸烟杆叫吸嘛，对。对。这样子应该没有错。它这个的原来的意思应该就是那个长条形的东西了，对不对？包括吸管啊、吸烟杆啊，或者是长笛子啊，对不对？好像都是有 “ship” 这个字嘛，对不对？是没有错。OK， 那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了。先这样子解释。好，现场的长条空心状，长条还要空心状好。请问是松林大哥吗？对。长条空心状OK，改一下。好，这样子更接近因为笛子也是长条空心状，吸管也是长条空心状，那个吸烟杆也是长条空心状，那这样就逻辑就对了。吸管也是啊。对，吸管也是。对，吸管、吸烟杆还有笛子都有 “ship” 这个字嘛。OK， 那我们应该可以。我觉得那个 ship 应该是吸的声音呢。没关系，老师，我们都把可以的解释都放上去，也有吸的声音。好，没关系。也有长条空心状，就是因为未来我们的解释可能要更多的词汇才能验证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意思。我们暂时先这样吧，先假设一下。好，那现场还有没有人对这个 ship 有别的解释？目前有这2种嘛？有没有第3种？好，没有的话，我们那个马里克老师，我们来看37至63 ，lip， 这个老师你会怎么解释这个字 ？lip， 我这个就没有听过了。没有那个观众那个 lip 就是，比如说那个土啊，
什么高个低低嘛哈，你就要用脚去把它弄平嘛，你把就是要给它抚平哦。系啦，你把就像我带你下去都发电。对，把这对，对，给它抹平啊，或是涂平啊，还是用脚给它弄平的意思啦。弄平就对了啦。对，你把弄平或是你擦油漆的时候，那么一大片，对不对？用那个油漆的那个，你把它绑起来，对不对？你要你把好，mixing 老师你的解释哈，整平或者是弄平嘛？你看一下蔡宗涵字典的解释，你看他这个逻辑是什么？他说涂抹跟沾抹，这个老师你们有没有用过这个意思？你把你涂抹或沾抹。如果说用篱笆粒的话，用滴哈，篱笆粒的话就是用涂抹的意思。篱笆粒，老师，你的意思说用滴是不是？用DIP。OK， 我看一下。你查看看。没有这个字呢。篱笆粒很像就是涂抹的意思啊。他这个可能方言别哈，他这个蔡宗涵可能用那个 D， 他用 R 啦，对，所以可能应该是老师你讲的应该是有这个意思，所以老师你的涂抹跟沾抹是用 D 嘛 ，F8， 对不对？对。OK， 那这样，那个现场有没有人的部落的是用 R 开头的沾抹跟涂抹？篱笆 lip， 有吗？现场有没有人的是用 R 开头的？因为刚刚老师你们的解释是用那个弄平或整平嘛，涂抹跟沾抹，你们有用这样？也可以用到，也可以哦。老师你要不要举个例子？也可以用到，比如说像擦油漆，对不对？对。因为你不懂的方法又那么宽。就你反正就你把门面就全部给它涂抹，这样啊。擦油漆呀，擦油漆的时候啊，整个墙壁那么宽，你不知道要怎么弄嘛结果那个师傅就会讲嘛，你把全部给它涂掉了就对了，涂抹也可以，整平也是。但我按你把它涂那个土啊，把它整平，就整个角落都要给它弄平啊，也可以啊，改变你猜是礼拜就知道了，礼拜是前面，礼拜，你是说这个字啊？是踩踏。对啊，踩踏。对啊，踩平啊。对，它应该是有连接的。老师，我们来看后面的。通常我们用猜的话，不会用前面，用后面。它的尾巴有 RIP 的，对。我们看一下尾巴有 RIP 的有没有？无力那个是生命嘛？好像没有。我看一下，对啊，只有那个呢。还有一个啊。好像只有这沙利巴利多，像老师你们看一下这个字的延伸词你看利巴利，它前面加一个沙，利巴利有没有加一个沙变成橡皮擦或者是涂抹料？对啊，那个橡皮擦啊，对，也是
怎么讲？你把日本这样重新全部给它涂掉，这样给它擦掉，对不对？你把日本咱嘛多少？对，如嘛西大西灯咱，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有意涵呢。如果你看我们橡皮擦，你把你的，我们刚刚是说整平或涂抹，其实我们写错字啊，要从头开始，是不是就要把它整个涂掉？有点像那个老师你刚刚讲那个刷白漆嘛，整个墙面刷白漆再重弄一遍这样子嘛。对啊，好像是有点重来一遍的感觉哈。就是有点。对，所以这个字感觉就是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整平嘛，弄平；另外一个就是感觉就是有没有从头开始的感觉，老师？有那个，你看这个也涂抹，把这是一个工具啊，这样。对。因为橡皮擦的功能就是主要是说你写错字擦掉可以重写嘛，对不对？它有那个功能，对不对？那应该是有那个重新涂抹的意思。重新涂抹，有重新有那个感，我用猜的啦，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人跟我猜的，有那个重新涂抹。对，刚刚那个松林大哥讲的，就是重新把它涂抹，有一个重新的感觉。对对对，有。哦，那这样子，重新涂抹，重新可以了。就是他有一点是说，我写错字了，我把它涂掉，再重新，就是有一种就是我再把它擦一下，那写错再擦一下，重来一次，再重来，就重新。对我觉得有这个感觉。好，老师你看哦，好，老师我们来看这个字哦，你们会觉得这个生命这个ulip是什么概念？因为它的尾巴是 RIP 嘛，对不对？是。老师，你不觉得这个橡皮擦就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老师，我们现在就是随便乱想了，没有关系。没关系，重新活起来啊，对不对？对，你不知道把ulip就是给生命，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圣经会把ulip 就是再给他生命？对啊。你用橡皮擦擦过一遍，再重写一遍的感觉。对啊。新生命，没有错。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有，我们阿美族是很有哲学意涵的感觉。还有一个字大家都不敢念的，什么字？阿力。哦，对对对。老师，你那个是 L 呢？还是 R？ 要到1年的学校。L 了。还是我看一下是不是 R 还是 L？R 啦，R。8点多了。哦有没有喉塞音呢？L 啦，不是 R 啦 ，L 啦。L 了。L 啦，哦。L 了。如果是 R 的话，那个就是赋予新生命，也可以这样解释。搞不好他以前是 R 对呀。搞不好他以前跟那 olip 跟那个 alip， 你这样那个声音有一点差。好，那老师我们有没有共识？因为我们现在猜一下 lip 这个是不是重新赋予的感觉，可以吗？就是可以，我认同这个有一点重新赋予给生命的那个赋予给生命的意思了。对对对。有，我认同。对，我们先不要写生命就是重新赋予因为它感觉好像可以重来一遍，因为橡皮擦可以重来一遍嘛。你把漆涂成白色的全部涂的话，重来一遍。你把地整平就是重来一遍，这样子弄歪的再给它弄平，感觉就是可以重来一遍的感觉嘛。重新。应该就是重新啊，对对。
重新或者是再一次，对不对？对。好，现场如果有人那个觉得我们在随便乱掰哦，也没有关系，可以想我们只是在猜看嘛，我们只是在猜看。这个不是乱讲嘛，这不是乱讲。你看 Olive 就好了嘛，可以让你重新活起来，也有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对啊，把 Olive 就是有一点就是在赋予你生命嘛，对不对？对啊，对啊，那个就有一点 leap 就是再一次的感觉哈。OK， 好，我们没关系，我们先暂时假设嘛，这个不一定是答案，我们一直以来哈都说这个不一定是正确，只是我们用假设的方式。好。如果现场没有人有其他的意见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哈，37至64。好，马里盖老师，东啊，37，你翻，你没有，哎，有37至64，第64个你看，就是下一个，东啊动，下一个，东啊动，对，好，东啊动。动啊动，这边会不会是敲打？好，看一下哈，老师你的语感，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对啊，咚咚很像就是敲东西的声音哦，对，鼓声哎，对，咚啊咚是什么？敲门啊，太阳下山。老师，你们有听过这个吗？咚咚是鼓声，咚啊咚是太阳下山。咚咚是鼓声。咚啊咚，太阳下山。对，没有啊，没有听过这样的咚啊。咚咚是鼓声，没错啊。咚咚是鼓声。现场有没有人的方言别咚咚咚啊咚是太阳下山？没有这样的那个。小白老师，你也没有听过？小白老师有听过。小白老师有没有去倒垃圾了？太阳下山的那个样子的话，好像是有一点讲说那个黄昏哈，那个老人家，我会想到那个老人家嘛乌呀多嘛东啊东啊多，东啊东。老师，你刚刚讲那个嘛东啊东啊多那个，你是在描述那个老人已经老人家摇摇的。摇摇的是什么意思啊？已经很老了啊。哦，是指他年纪很大的意思了。对。可是你这样子形容没有错呢，因为太阳下山本身就是指，就是说太阳已经要结束了。你讲那个老人家嘛，咚啊咚啊嘟，就是说他已经很老了。哎呀，摇了。生命已经快要结束的意思嘛，对不对？已经接近生命的尾声了。对对对。所以这个，可是它这个原来这个字哈，我们看那个把那个啊拿掉的话，咚咚的话就是那个是鼓声敲门啊。对，敲门或是敲什么咚恩这样。对，对啊。敲门咚咚，老师，你有没有办法把它连接起来？为什么咚咚跟咚啊咚的两个字的意思差这么多？因为那个咚啊咚的那个意思有一点就是怎么讲，会摇摇晃晃的，有那个意味啦。老人家就是他的身体的肢体的状态是摇摇晃，表示很老了。哎呀，表示很老了。那跟那个咚咚的话，是不是那个是声音呢？对啊。对呀。咚咚是声音啊。对，没有错。那个咚啊咚是有一点描述很老了那个样子。对。马拉桑爱多接着嘛摇摇爱多很多，开始摇摇咯，这样。那个老人家大家都会听的，哎呀，马拉桑爱多摇摇咯，开始摇摇咯，这样。老师，他那个咚咚哈，因为我们以前阿美族
那个还有另外一个行为叫做那个，就是我们用那个叫什么？那个东西去去壳嘛，不是会在那个嗨，对啊，煮米的那个声音呢，噗噗，我们会用那个去敲打嘛，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那个什么沙嘟嘟，什么阿苏鲁，对了，阿苏鲁，迪夫干呐，对啊，就是我们会用那个什么去敲打，阿苏鲁啊，你要我们会把那个壳去掉嘛，对不对？对啊。那老师，你刚刚不是形容说那个老动的话，它有一点动的话，有一点就是老人在那边晃嘛，对不对？那你在敲打那个的东西，其实你的身体是一直在晃动，对不对？也是哦，也对哦。你在敲打的时候，你身体也是跟着摇摆哦。他可能在形容，就是说那个样子是不是就是有点，就是像那个老人家年纪大的时候驼背嘛，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样子，有那个可能性吗？我们那个老人家年纪大了，不是会驼背，然后会拿着一个拐杖往前走的话，你会从后面。我丢垃圾一下哦。动。这边如果讲老人衰弱，会不会是这样讲的？他那个因为摇晃，刚刚讲说摇晃，动哈，他本来的蔡宗涵的解释是太阳下山啊，那个张光宗老师他的解释是说，如果要描述的话，很像那个老人家年纪很大的时候，身体会一直在摇晃。对，那你看呢？另外一个动，它有一个就是我们用那个阿苏路去敲打，去把我们那个壳去，不是会有那个吗？做那个上下的动作。那个马里克老师，你想象一下，我们老人家拿一个拐杖的时候，前进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有没有发现？你从后面看的时候，它有点像是在做那个捣米的那个动作。捣米的动作有没有像？捣米的动作，就是我们拿那个捣米，不是拿上去，然后拿上去这样啊？以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是有像啊。像我们现在猜嘛，就是说，因为这个动，它小白老师引申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老人家的，就是年纪快到的时候，就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会说动，爱，对啊，就是已经有点老，身体会晃。那我们又可以联想到，如果这个逻辑这样来，如果也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应该就可以形成摇晃的意思了。那可是刚刚讲到那个蔡宗涵讲的，动是太阳下山，我没有听过。没关系，他们应该是他们是比较是偏南边的海岸线的，可能是马来那边的，对，或者是那个屏东那边的恒春有可能，对。那老师你看哦，没关系，因为我们猜嘛。老师，我们再看这个字，我刚看到那个有这个字的，哪一个？哦，这个都动生活。我们先看这个猴子蠕动。猴子是不是一直这样子跳来跳去的？对啊，在树上跳来跳去，摇来摇去啊。摇来摇去哦。它会有这个动作，对不对？对哦，对。所以我现在因为我们就那个蔡宗涵的字典现有的词汇去看它相关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就小白老师延伸的解释说，那个老人家的，就是身体晃，那个
生命已经快要到终点了。对，生命将逝有没有？对，生命将逝。对，就是说，因为他是形容那个老人家很老的时候，就是可能生命快要结束了哈，我们先暂时这样子，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是，然后那个动的话，就是有一点像是说老人家的那个动作，拿着拐杖啊，就是这样子，身体前后上下这样子摇晃，就有点像那个我们在捣米的那个动作，有没有？刚刚有提到那个蠕动，蠕动的话，也是对啊，动那个部分，它一直摇晃啊，猴子就会一直这样子，就是一直跳来跳去啊，跳来跳去嘛。那我们那个动要不要把它形容成上下摇动？上下摇晃，对，上下摇晃，对，可以吗？上下摇晃，可以哦，可以哦。可以。老师，我们现在是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哦，跟那个对不对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可是我们未来如果真的发现有新的话再来。对，就把它加添下来就可以了。可以哈。所以那个松林大哥跟马里克老师上下摇晃这个解释，你们两个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好，可以。那现场有没有其他人听我们这样解释之后，有想到其他的可能的解释方式？其他的因为老师们看有没有？你会咬啊？Mana gurah？嗨，丢了啥？垃圾了哈。老师，我跟你讲结论啦，就是那个动啊动的那个动哦，我们把它解释成上下摇晃。你可以啦，可以哈。震动还是什么啦？上下震动。老师，我们是经过你刚刚的延伸的解释，那个老人家年纪大的时候，对，然后他那个走路的时候，他会拿个拐杖，他们是不是会上下这样子，有点像捣米的那个动作啊？对，所以那个动啊动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捣那个米去去壳的那个动作嘛，对不对？好了，应该可以解释了，可以了。好了，我们就在现场没有人提供其他的答案，我们就暂时。你看，像那个你在敲鼓的时候，那个人也是跟着那个旋律在摇啊。对，会动嘛，对不对？对啊，对啊，上下震动或者是上下摇晃可以了。对啊，应该你看那个鼓的上面也是，你给它打下去，它也是上下摇动，那个表皮那边也是上下摇动啊。对，没错。对啊，不管是你那个鼓棒也是上下嘛，身体也是上下嘛，都跟上下摇动有关系嘛。对啊，太阳也是上升下降，上升下降。对。OK， 好，那我们就暂时这样哈。好，那个马里克老师，我们看37至65，中啊重，对，中啊重，中啊重是刚刚那个叫什么字啊？中啊重，莽撞啊，欠缺考虑啊，莽撞，莽撞。哦，对，有欠缺考虑，轻佻，莽撞，对，欠缺考虑，我们就打莽撞就好了，比较简单。重。OK， 好，那这个欠缺考虑的话，我们看一下，把那个啊拿掉，有没有相关的词汇？重，有呢。你看，我把那个啊拿掉，中重吗？是这样念吗？重哈。重啊。它这个也是有点那个粗心大意、轻佻，跟那个重啊重好像意思一样哎。对呀。
那个老师，你们这样子看的话，那个重的话，你们会怎么解释？那个撞到头会肿。哦，我看一下有。那个马林克老师，你再解释一遍，这撞到头的时候会怎么样？就是会肿啊。所以你那个重有肿起来的意思是不是？啊，对。我的认为是重是有冲动的一点的，有冲动的意味啦。冲动哈，哦，就是冲动的意思。OK。对啊，中上来绕上来，中上来就快点这样，切考虑嘛。就是因为冲动的关系，那个重的那个意思就是莽撞，好了，冲动，莽撞是已经解释了。老师，小白老师，你看一下这个哈，你看我蔡宗涵的这个字，我看不到呢。我画面不见了，被人家分享掉了。哦，是哦。对啊，我们这边没有呢。我们看不到画面了，被分享掉了。好，我再一次哈，没关系，我再一次。那个翠云老师现在有在分享画面，可能要先请他关掉哦。对，不然完全看不到。我看一下，我直接用会不会取代掉？哎有啦，可以，我直接取代了，可以。还是翠云老师要分享什么也可以哈。好，那个看到哈啊，怪不得我刚刚看那个手机的画面怎么是黑黑的，原来是我没有分。好，老师你们看哦，小白老师你看这个字发重 ，DA 这个发重有没有？发重。你刚刚说那个重就有点是那个怎么讲，鲁莽对不对？就是说不考，就是应该是说冲动啊，还是冲动？对，冲动就是不会经过大脑。很审慎的考虑。老师，你看这个字很妙哦，它这个叫打中，它这个是不是有点就是我们吸毒你容易沾染恶习用这个字？是吗？拉中，你吸毒以后你就头脑不清了。拉中，其实聪明大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打中，它中文翻成是沉浸或者是浸染，感觉就是说染上恶习，就是没有经过大脑就学别人去做不好的事情。这个重就有一点就是像小白老师讲的，就是有一点点没有经过大脑去做事啊。对，冲动的意思。那个拉重就是刚刚你给他穿衣服的时候，拉中文过来就穿看看，你拉中那个叫拉中，你讲的那个小白老师，你讲的拉中哦，是要加一个喉舌音哦，A 的那个后面要加喉舌音的，拉中是承载的意思哦，打中，这个吗？对。打中，对，拉中是它是一个承载的意思了。小白老师刚讲就是说那个穿那个衣服试看看嘛，对不对？适不适合是不是？小白老师？对啊。那应该是这个字，应该是这个字。拉中，对，就是这个字啊。对，可是我们它这个尾巴也是 CONG 嘛，也是重嘛，所以它这边是适应。适应。所以感觉上，因为这个适应的话，小白老师的意思是说，请他把衣服穿上去，就是说不要考虑太多，就试看看嘛，是有没有这个意思？有吗？小白老师有。所以有，所以小白老师，我们如果用猜的话，这个重本身应该就是有点，就是说
不经过考虑的行为，你觉得有没有这种意思？可哈，因为刚刚我们讲那个适合适应，也就是说你给他穿衣服嘛，反而重嘛，就是说啊，你不要想太多，你试看看嘛，看合不合身，就是不经过考虑的行为，还是顺从？顺从不行的，老师这个是比较冲动哎。对，没有错。他这个因为可能后来的解释比较多元了，我们先找到他最原始的那个最有可能的解释，但也不见得对，我们猜猜看吧。重，对，你查那个重的话是什么？重它没有办法单独的意思，你只能找到相关的词汇，对，它没有办法单独，它不是一个字。我们现在就是去猜我们阿美族人的早期的祖先，他用这个音来代表什么意思啊？所以它的衍生词啊就会特别多，都会带有那个字。好，那我们暂时就把它解释成那个不经什么？他们说阿姨你这首可爱疯了。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有没有人有印象？没有，没有经过什么的行为忘记了。大脑有欠缺思考了，没有经过头脑就去做那件事情了。哦，对，欠缺。暂时啦就类似的，其实你们刚刚讲那个什么冲动，应该都是类似这个概念的。但是也不一定全部是冲动，就是说他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就有欠缺思考啊，没有经过大脑就这样去动作了，就是这样。对，这样可以哈。哎，那个三位老师马里盖、小白老师、松林大哥，你们这个欠缺思考的行为都有共识吗？有好，那我们现场的有没有人有别的看法？好，没有的话有看法的要讲哦，因为我们讲的不一定是对的。没有错，我们开放式的讨论。我们其实在简单讲，就是我们在解读阿美族那个以前长辈祖先那个语言的 DNA 啦，看他每一个字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用猜的嘛，因为自己的祖先的话，猜一猜也没有什么关系啦，猜错就算了。好，那个我们看那个37至60，下一个这个编号编错了。那个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个马里盖老师，凯明老师，那我先把那个中啊重这边的那个要把它命名为中啊重这边是芒状嘛？对，芒状，对，这是不是芒状嘛对。好的，下一个是龙阿龙，对，小白老师，龙阿龙，给你讲。那龙阿龙茂密茂盛，茂密哎，看一下真的茂密茂盛，龙阿龙茂密啊，对，好，茂密。老师，我们那个茂密是指那个森林茂密吗？还这个它有特别紫色的东西吗？树这边有树叶茂盛茂密，都是指植物吗？松林大哥？如果用在头发也行，可以吗？头发也可以头发也是可以我后面有加猫，我不知道。有吗？没错，这个是字根啊，这个是字根。一般来讲，它是字根，它还要再加前后缀，它这个要加马龙啊龙嘛，对不对？这边有啊，有啦那个龙啊龙是字根啊，我们其实讨论的都是字根，它不是字。对，
好，那个松林大哥，那就你的语感来讲，这个弄的话，你会觉得是什么意思？弄啊，对，我看一下弄有没有这个意思？弄，有呢，弄有呢，火把呢？你猜一下，看一下。弄火把，不是用 R 吗？弄啊。R 的话，我看一下，烈火吧，弄是烈火吧。R 没有 ，L 有。弄火把跟火炬，对，有吗？老师有用过这个词汇吗？没有 R 吗？没有 R 的，只有 L 的。如果你把把那个火弄成火炬的话，是不是要很多的那个木材才变成一个火炬？烈火。哦，我懂你的意思。所以有根茂密连接在一起，因为要很多根啊，才可以形成烈火，是吗？老师，可是火把只要一根呢？火把也可以啊，用好几根呢，不是说只有一根。没有关系，老师，我们猜猜看，你是猜那个，因为弄啊弄是茂盛嘛，我们看看有没有那个弄的尾巴有弄的，我们讲一下看一下。哎，这个字有啊，哈格弄的这个弄还有什么？合弄也有弄，脱下，对，还有那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常讲的嘛，咕弄，对啊，你的画面怎么出来？有没有吗？是啊，老师，你没有看到吗？我其实有，其他人应该，我这个我有看到，应该是有，因为我有手机，我同时有拍咕弄嘛，咕弄也是弄。所以老师，你们可以猜到那个弄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因为弄啊弄就是茂密，那个弄的话应该是要跟茂密有关的概念才对。会不会跟生长有关系啊？生长。老师，你再多解释一下看看，所谓的生长是弄，咕弄，小茂密，嘟弄，这是日文的。很难哦，这个好像比较难呢。对。嘎弄，哎，这个低沉。老师声音很低沉，叫嘎弄是不是？嘎弄很低沉，嘎弄就 LE 了。哦，他这个是用哦，嘎弄，也有呢，嘎弄跟那个不弄也是，哎，对，不也是，不弄也是 LONG 啊。哎，那个谁，那个马里根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哎，不弄是不是？不弄，哎，那个萨利格干嘛不弄？那个不弄是不是聚在一起的意思？聚在一起的意思啊。所以聚在一起是不是很紧密、很多的感觉？对，是啊。所以弄是不是集中的意思？哦，好，找到答案了，就是集中。没有错，就是答案。集中。弄啊弄就是都挤在一起，所以很茂密啊。对啊，对。所以找到答案了，集中啊。不弄，可以哈。可以。应该可以哈，这样子猜应该可以哈。对，这样可以解释得过去，可以。他那个你不弄就是把大家集中在一起嘛。我们一般讲说萨利嘎嘎嘛不弄这样子，那个不弄就是
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对应该是没有错哦。所以说也跟茂密连接在一起，是对，有的，所以说变成集中。对对对，那个谢谢马尼克老师，讲到这个字，像我们这样，现场那个小白老师有在吗？你们3位有没有共识？如果我们把它翻成集中的话，是不是可以解释茂密这个字？可以啊，可以哈，可以，不弄就绑在一起呀。对呀，没有错哈，对不对？就是把它集中啊，集中。对对。不弄完那个不个西周就要绑起来，全部绑在一起这样。葫芦是不是一个芦苇草给它捆在一起？叫葫芦。这里阿力克老师，你是说古弄还是什么？古弄还是古弄？古弄，对，葫芦，就是捆在一起啊。对。所以那个阿力克也有这个共识哦，就是把东西捆在一起、聚在一起，就是古弄嘛，对不对？对。那应该没有错了，这个弄本身有集中的意思了，可以哈。我们一起猜，一起讨论，可以通过。可以通过。现场有没有想到别的意思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往下面下一个风啊凤就是那个头发杂乱了。头发杂乱。催促啊，不是个富贵是富贵是人，还那。风啊凤的头发杂乱了。风啊凤是个了凤是。头发很乱的意思吗？就是没有整理了。对。这个干啥？好，那我们开始猜那个凤的话是什么意思凤啊凤的那个凤。嘎凤是帽子嘛？帽子。嘎凤是不是外来语啊？是外来语。对，如果是外来语，那个音的话就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哦。没有直接关系对，如果是外来语就不行用那个字，对，那个可能那个音不是我们传统的字。老师，你再想想看，凤，我看一下凤有没有拉凤东西。拉凤是不是？拉 DA 拉凤。对，拉凤对财产嘛。所以老师，你猜那个凤有什么概念？你觉得？杂乱哦。凤家里很多东西，就对，很多东西的感觉，是不是？应该是。凤堆积啊，有那个马里克老师，你看一下现在这个字凤它是用杂草、用树叶覆盖住，就好像在堆东西，有没有？对，堆积。凤。对，马里克老师有提出那个堆积的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好像有这个意思哦。我们的财产有堆嘛，就是堆在那边撒凤嘛。你看阿凤也是，阿凤覆盖是。阿凤，它这个好像是用屋这是翻修这个等一下，老师你那个有没有喉塞音？有，老师你讲的是这个字阿凤，对。OK， 所以你看它这个有没有那个感觉是覆盖一层一层的堆上去的感觉？堆积啊，有对啊，堆积了。意涵，有堆积的意涵。老师，那个马尼克老师，你讲对了，你知道为什么？你看五凤是不是翻修、翻盖屋顶？一般来讲，我们的屋顶是用茅草嘛，对不对？对啊。然后它又要一层一层的叠上去啊。对。那它
这个感觉就是有那个堆积，然后有次序性的这样子往上叠嘛，对不对？次序性的，没错。好，我们看一下啊，所以这个字我们再解读最后一次，因为这个你看那个头发蓬乱哈，我们以前的头发乱，应该是说你的头发没有把它梳理的直直的，你把它往上叠一层一层就会乱乱的，是这个意思吗？对。因为以前没有剪头发嘛，头发一定很长。对啊，以前都长头发呢。我们以前哪里会剪头发？那个我们没有剪刀啊，哪里来的剪头发？一定是把头发都长长的，往上弄，你才能够做事嘛，就是往上这样子弄嘛。应该是堆叠。对啊，有点堆叠哈，就是所以这个字我们把它变成用堆叠这样子可以哈。堆叠可以的，堆积、堆叠都可以。对对对，堆积可能更比较白话，我们用堆积。堆积，所以会变成就是说缝啊缝会有头发乱乱的感觉。然后那个老师，我们再看一下刚刚你们讲到的字哈，撒缝就是财产嘛，所以在家里面堆积的东西都是属于财产嘛，这样没有错嘛，对不对？是啊，撒缝是东西，也是一个东西，也是财产。对，没有错，也是财物。这样子应该可以哦。好，那我们现在那个三位老师，小白老师、马里盖还有松林大哥，这个用缝啊缝的缝，我们翻成堆积，你们三位有共识吗？可以，可以啊，因为财产也是用储存起来、堆积起来的才有财产嘛，没有错嘛，对不对？没错。所以你那个头发用堆积起来的，就乱七八糟的意思嘛。对啊，沙西布都可是啊，一直堆积嘛，沙西布都就是这样啊。对，对财产撒缝跟缝有关系，所以叫土法缝哦，是什么了？刚刚的那个缝撒缝嘛，对不对？财产，所以堆积。缝，我们那边的缝啊缝就是头发很乱，缝这样子，对啊，你头发堆成一叠，其实那个头发你很久没有洗，就是那种感觉啦，一层一层。缝啊缝下个缝个什么叠加薪啊，对，所以应该好了，大家很厉害，会猜那个。马里克老师，谢谢你，又找到一个解释的可能。好，我们现在8:01哈，我们休息到那个8点。马里克老师有在吗？OK， 好，那我们就继续哈。那个我们从有一个我上次好像没有很确定，我们从那个37至68开始哈。等一下，我先进入编辑模式。好，我们看37至68，这个其实之前有讲过，但是我不太确定那个对不对哈，因为上次好像也是跳到后面讲的。老师，你看一下那个37至68，望啊望，对，望是那个飘扬的意思，就是他这边中文是我们上次的是举手挥动，把手举起来挥动，然后那个望这个字好像上一次的解释怪怪的，我们再想一下哈，那个望啊望的那个望，对，望啊望是挥动摇动挥动的意思，挥动的意思哈，OK， 就是招手嘛。对，老师，那个招手是前后动还是左右动？左右。老师，因为上次是讲说前进的意思，我其实看不太懂那个
就是为什么应该是左右嘛，对不对，老师？对对对，好，没有错。左右动啊，所以上次讲前进，我就是看不懂这个，应该是。好，我们来看一下，来验证一下小白老师这个左右动哦。我们看一下类似的词汇，遗忘。好，老师，你看这个杂忘有没有？我们开叉是左右开叉嘛，对不对？杂忘，对不对？对，是吗？杂忘是那个是我们田与田之间的那个开叉口啊。对啊，它应该是左右是两边嘛，对不对？开叉应该是左右两边，对不对？是左右两边没有错，左右两边没有错哦。所以这个忘的话，就是你开叉应该不是前后嘛，应该是左右。你开叉应该是左右才对，对不对？对，是，对啊，就像你那个裙子，你穿裙子不能开叉开中间吧？就是左右开叉。老师，裙子不是已经是大洞了，还要开叉哦？裤子吧？所以应该没有错，是左右，对不对？对，我说的是起跑了。起跑哦，是左右开叉，没有错。老师，你讲到一个起跑，它如果开叉的就是左边跟右边嘛，对不对？对，没有错。对，所以那个往啊望是挥手的意思嘛，应该是左右动，对不对？那个望应该是左右移动，所以往啊望才是挥手的意思，对不对？是。OK， 那这样这个就解决这个往。好，现场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呢？因为这个上次是指前进的意思，我其实还是没有办法理解，今天应该算厘清了。现场有没有人有别的建议的？越讲越亲民的。对呀，你看上次讲是前进的，就感觉怪怪的，现在讲好像感觉就没有错哦。哎呀，因为我们那个杂望就是开叉，水田的分水叉口，它应该是左右两边的才对，它不太可能前后嘛，所以我们挥手是左右这样子挥，对不对？这样子往啊望的概念就可以理解了。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往下那个马盖老师37至69，你看得到吗？马里克老师，你的麦克风可能没关系啊，放啊放，对，放啊放是有一点就是那个啊放，很烦呐，搭肩呐，放啊放。小白老师是很烦啊，那个马里盖老师，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啊放啊，你啊放那个放啊放是如果是应该我这里的解释是放啊放是同捐，头脑不清吗哥？头脑不清。松明大哥是头脑不清啊，那个小白老师的解释跟那个蔡宗涵的那个字典比较像啊。那个马里克老师你怎么解释放啊放？你刚刚讲的那个放啊放这边如果是按照灵魂的那个来讲的话，我放啊放怎么绕放啊放，所以中文怎么解释？灵魂哦。阿放了呢，阿放，阿放。对，老师那个是阿放哦，我现在讲的是放啊放哎。阿放是灵魂啊，灵魂啊，阿放是灵魂，你猜一下。对，阿放是灵魂。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放啊放啊，放啊放，老师也是灵魂的意思吗？对，放啊放就是那个灵界的那个，我放啊放路怎么到那放啊放，所以讲的是在这个灵界的意思了。哦，你是这样子解释哦。放啊放是灵界的意思，这样子。是。
我的解释是头脑不清哎，怎么办？其实你老师那个松林大哥，你的解释其实那个老师松林大哥，我想问你一句哦，你那个头脑不清是外力造成，还是你自己把自己搞的，还是别人把你搞的头脑不清？就是应该跟喝酒有关系啊，放上来一顿。哦，那老师，那你这样讲一定很贴切，你应该有这个经验。就比如说啦哈，我讲一个意境啊，大概就是你一个人在你在那边坐在那边哦，结果那个小孩子就在你前面一直反呐，放这样子，放成那个古董娃娃这样。哦，我觉得这些小孩子真的很烦死人呐，就很烦呐，就这样一直在干扰你要做的事情啊，结果你没有办法专注的做，然后呢，你就会讲说，哎呀，放成那个古董娃娃这样，很烦呢，这样。没有说我烦，我没有说我觉得我喜欢这件事情。这样可以啊。那个松林大哥，你刚刚讲的是那个小孩子的行为偏差，你会担心嘛？就导致你很心烦嘛。那个，可是刚松林大哥，你指的就是说你的脑筋不清楚嘛，对不对？对，头脑不清啊。所以就是我们举例说明，就比如说喝酒之后脑袋就比较没有那么清楚，就放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对，就是酒醉的时候就会乱说话啊，行为偏差。哦，所以你也是用放来形容那个当时候的脑袋的状况，是不是？所以他其实应该就是脑袋应该就是没有办法正常思考了，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对。所以你看，你的意思其实跟小白老师讲的很像哦。他是说，小朋友在你面前烦的你整个脑，就是已经有点就是烦到快气死了。对，已经没有办法思考了，应该是这样子。对，头脑不清，然后因为酒醉的时候嘛，妨碍多啊，会乱说话，行为也偏差。OK， 好，你看哦，我们这样思考哦，当你的脑袋清楚的时候，我们假设脑袋清楚的人，你的灵魂很纯净嘛，假设啦。可是有人在吵你的时候，你的灵魂不见了，就灵魂不见的意思就是说，你脑袋那就是不会思考的意思。你看看刚刚那个马里盖老师说放那个，他说是那个什么人的那个灵界吗？那个灵魂对，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们阿美族人在形容一个人不会思考的时候，我们会说失去灵魂。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个概念？那个灵魂的话就看到你阿放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个叫萨罗阿放呢，灵魂阿放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哦，就是被人家搀扶还是怎样哦？有，蔡宗涵的字典有搀扶的意思，米阿放嘛，对不对？对。所以那个米阿放的意思就是给你灵魂呐，就是我给你一个灵魂呐。解释失神。阿放如果是灵魂的话，如果是灵的话，所以那个我们现在在猜了，因为那个阿放那个放哦，我觉得就是阿美族所谓的理性啊。可是我们阿美族人不会讲理性啊，他因为应该讲说你没有灵魂，就是你不够理性，所以你脑袋才会混乱。对，脑袋已经不清了。对，你喝水会多，你的灵魂已经不见了，或者你的那个小朋友在你面前跑来跑去一直闹啊，你也是失去理智嘛，就像失去灵魂那样。我们先用猜的，我阿美族这个放应该是跟我们的。我们对于那个我们脑袋的那个理性的思维，应该就是我们用灵魂去解释。我是用猜的啦，你们觉得呢？是啊，就是因为我们气的时候会生气的时候，或者是就刚刚我讲的有一点失魂的意思了，放。对，我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啊，因为
我们因为那个放因为我们提到那个放这个字，它刚好指的就是灵魂嘛，那就灵魂那个放那个字就很有意义咯。如果没有灵魂的人会怎么样？喝酒醉的人就是没有灵魂呢，对不对？没有意志，没有意对啊，志，就放啦，没有头脑不意志清啦。对，所以阿美族对灵魂的应该是我们现代的人对理性的解释，就这个人很理性，就是做什么是有规矩，按照步骤，这个就是他就是有灵魂啊。他一旦喝酒的时候，他的阿放就不见了。下方爱这边讲的话，就是神很有智慧的意思了。下方爱。对，就是所以老师对呀，如果你说假妨碍就是很有智慧的意思是不是？是啊，对啊，下妨碍很有灵魂清楚，不过他这边没有这样构词。那老师我懂你的意思，所以老师你那个构词里面有假妨碍，就是假妨碍就是那个就是有放的人嘛，对不对？就表示说，这个人有灵魂，你衍生出有智慧，对不对？很有对，很有灵。那没有错了，那没有错，那这应该就是放应该就是跟灵，就是我们的理性思维有关，因为跟理智有关了，理智。对理智，讲这个这个更精准，对，这个跟理智有关了，理智。对，没有专注力不够嘛，是失去理智的意思，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道理？放就是失去理智。对，没有错。那个放我们把它解释成理智，可不可以？可以。不是阿放，它不是也有勾肩或就是勾肩搭背的那个意思吗？阿放就是因为酒醉了才要阿放啊。对，他那个就是有另外一个人有阿放的人在米阿放啊，就是说他帮那个没有阿放的人这米阿放就是搀扶的意思啊。帮那个没有灵魂的人搭肩回家。对，我们的灵魂叫做沙鲁阿放。沙鲁阿放，因为这样他也是阿放的结尾嘛，表示说他也是有跟灵人有一样的是灵魂也是。你看一下那个蔡宗涵的字典沙鲁阿放等于那个阿迪木，对不对？对，阿迪木。对，那阿放是他的字根，沙鲁阿放的字根就是阿放，所以是同一个字，没有错。对，所以说应该放变成理智应该是对的。对，我现在那个松林大哥，你每次都会语出惊人呢，这个理智很精准，理性还没有那么精准理智比较精准那我们现在现场的在线上的，我们把它解释成理智，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可以啊。那我倒觉得说应该是专注力不够嘛，因为对，我们是人类，又不是魂啊，是有灵魂没有错啊，但是我们是人，应该是说用在人的身上的话，就是专注力没有那么彻底了。所以说放就是理智，应该是这样子。放就失去理智了，头脑不清，对，可以吗？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我觉得翻成理智，刚刚那个小白老师讲到一个词汇，我也觉得还不错，叫做专注力。对，放的那个放，某种程度也是专注力，所以我们把它解释成理智，也就很精准了。可以这样其实我们回头解释这个阿放就可以更精准。我们阿美族人对那个什么灵魂的解释，应该是说解释说，因为刚刚那个马里根老师说，其阿妨碍就是有灵魂的人衍生成就是有智慧的人嘛，对，理智的人，所以这个放本身应该就是理智。阿美族把它延伸成有灵魂，因为以前的时代哪里有那么多科学的东西，人家不知道啊，以前一定是用
神鬼去解释那些理性啊，那些灵啊。对，都用神鬼去解释啊什么的。对对对，萨高瓦塞去解释就是这样子啊。对对对。好，所以甲方案也可以变成它是一个有担当的意思吗？有，你如果延伸的话，应该也有这个概念，因为他已经很有理智的人，应该他会思考很多事情，所以他才会有担当，就是这样。对，他这个比较像延伸的意思啦，应该是因为我这个词汇我不会啊。那个小白老师跟马里盖老师刚刚那个文慧啊，韩娜有问说，我们讲吉阿方奈可以解释成有担当的人吗？吉阿方奈。如果吉阿方爱很有，要是你阿方爱，就是有一点是牵引啊、支撑啊的意思啊。老师，你再讲一次，你那个中文，你说什么牵？你阿呢因你啊，你阿方爱，就那个意思就是说，有一点是牵引啊，或是支撑的意思啊。我的想法。牵引跟支撑是不是？对。老师，我知道你第二个支撑可以理解，那第一个牵引是什么？引导的意思？那个牵引吗？对，领导啊，或是支撑，或者有领导力，或者说是领导力啊，有领导力。所以那个马里克老师，你说有领导力就是吉阿方爱吗？还是那个小白老师讲的尼阿方爱？吉阿方爱的话来比喻的话，可以成为是一个领导力的人。所以这个没有错，所以那个应该延伸的意思有很多，就是理智的人有领导力、有智慧、有担当、有能力、有牵引的，还有支撑的，就是应该有灵魂的人就什么都万能的啦，应该是这样讲。没有灵魂的人就是部落的马路英雄啊。对，就这样讲。没有错。好，对，杜善。对了。OK， 那我们这样子解释哈，应该大部分的人应该可以认同吧？因为这个放啊放这个放，我们从阿美族对灵魂的解释，可以把它衍生到理智的层次跟那个专注力。对，它应该都是正面的，这个放应该都是正面的意思。但是它很好玩，放啊放是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可能就是你的理智一直摇摆吧，放啊放。对啊，放啊放就要失去理智了，没有失去理智的感觉。OK， 好，那我们这样解释哈，现场如果还不是很认同的话，就暂时接受一下了哈。未来我们还有机会再回来看这个东西。我们还有空再回来看一下。对，好，那个马里克老师，我们往37至70。37至70，好的。34至70，丁啊丁。丁是嘛丁不多了。对，丁过来了，我们东西啊，掉东西啊，就是垂涎的那个重物了。小白老师描述的很传神呢，嘛丁啊，我对啊，就是在那边垂钓的感觉嘛，吊荡的感觉。垂钓，意思对。好，那这个定可能很简单，比较容易解释。老师，你们这个定你们会怎么解释？定哈，我的认知是定，它是东西去打到铁的东西或者是木头的东西，它会有叮的声音，它是一种声音呢。哦，你说它是一个拟声的词，对不对？拟声就是模拟声音的词汇。模拟对声音它是一个声音的那个叮。对，应该它是一个重物啦。
一个东西垂掉的时候啊，那个定就是有向下，向下的有吸什么呢？吸引力啊，有时候地吸引力哦，地心引力啊，掉下来掉起来了嘛，就是垂钓物的意思，对不对？垂钓物那个重物啊，那个最下面的最尾端的地方一定是有重量的嘛，那个东西。老师，你这样子描述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字，老师，你看这个下垂的意思啊？对，你看这个耳环啊，你看定，戴耳环。老师，你讲那个描述很精准的，就是说最尾端的地方一定有某种程度的重量，对不对？对，耳环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即定，就是你掉的耳朵的东西，它在尾端一定是有重物嘛，对不对？它才能够垂吊在那边。对，所以可以啊。定的话应该是声音了，就是有，不是有刚刚我们两位老师有一个是拟声词嘛，就是那个撞到的声音；另外一个小白老师解释的是垂钓物，马里盖老师的是那个声音的模拟声、撞击声，对，拟声词，对，撞击的声音。他的词汇那边会不会有在蔡中涵的那个里面那个定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定原则上不会有单独的定这个字的，它这个都是那个什么，就是字根里面被我们拆开来，它其实没有办法构成一个字。定，我觉得应该也是吧，就像以前都是用称重者，叮叮安后过来他灯，叮叮安后过来滴滴，对啊，垂钓，对嘛，用叮叮的嘛。对，你看这个那个叫妥嘛，哈，对，还有否定也是用吊的啊，对啊，否定对啊，还有否定也是用吊的，不是吗？老师你很厉害呢，否定，我们看一下，连否定都被我们解构了我们看一下否定。等一下，我们先看那个文汇的韩娜的你看，我们看右手边那个鼎定它有一个是芒草花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秤，鼎定，没有错。所以你看那个鼎定以前那个秤啊，就是有一个垂钓的那个东西嘛，它是用平衡的方式去称重嘛，对不对？有一个铅在下面，还是什么铁块在下面嘛？对，它是垂直的，不是平行的，垂直的。对。它就是说，一个地方是挂要测量的东西，一个地方就是称嘛，这两个地方就是要平衡，才会知道你这个有多重啊。对，那个我很小的时候有看过，对。有的啊，用一个那个木头有没有？对。有啊，以前那个卖菜车不是都要顶定那个猪肉多少重多少重？对，所以你看那个定真的有那种垂钓物的感觉。哎呀，不多了，不多了，很多了，不多了，很多了。以前定的时候，那个垂钓的那个秤子的那个铁，应该是垂钓的那个头啊，秤砣，不多了。秤砣哈，那个秤砣也不多了，也不多了。多了。主要对，哎，就那个秤砣啊，主要对喊的那个啦，哎，等一下了，不多了。那个像那个鹿野那边啊，它的名称叫鼎定的，那个阿密斯的，因为以前都种甘蔗啊，都要去那边称啊。他以前那个路演那个是不是老师你讲的是不是巴里亚拜那边？算是就连起来嘛那边。你说那个部落叫鼎定，他那地方是不是？对，阿密斯的说法叫鼎定呢。他那个地方是不是驿站？就是专门给人家那个对，没有错，那边就专门就
称那个甘蔗啊有多重啊，种甘蔗的人都会去那边称啊，用牛车啊，用什么来拉过去嘛，拿去称多少，然后换钱啊，所以我们那边的人都叫鹿野，那个地方叫做鼎鼎安。鼎鼎安哦，加一个 AN 哦，就是称重量的地方，那个部落的名称就变成鼎定了这样。啊，那个鹿野这个名称是现在国语人讲的啊，说长梅花鹿啊，长什么？所以我们以前的话就什么特别的，特别的东西，特别的什么，就接那个名字了。OK， 那这样就理解。好，报告完毕。好，接着下一个。没有，老师，我们再研究一下那个刚刚那个我们鼎定大概垂钓物 OK， 我们来研究这个字哦。这个字哦，那个刚刚那个谁，那个松林大哥哦，否定没有这个词，太好笑了。那个否定是不是就是鱼定啊？否定是不是一定也是用钓鱼钩用钓的方式？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否定的由来是我们把那个鱼抓到的时候，就是它有那个重量往下垂，我们才会说它就是有点。它咬到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它就会一直拉扯？对，那种往下沉。你纵使是用网子，它也是往下一直转，一直跑嘛。对。这就感觉是有一个垂钓物，就是说你把那个网子拉起来，它也像往下垂啊。对，所以这个定好像是阿美族在形容那个垂钓物或是下垂的东西的一个描述方式，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哦。钓。那应该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目前有2个，一个是撞击的拟声词，另外一个是垂钓物，就是大概定的有这2种解释。好，应该没有问题哦。看起来大家解释的时候越解释越顺哦。好，那个马里根老师，我们到37至71。这里。令是什么意思？那个令哦，那个是令呢？令西洋区下身。令是像那个是呢。令的话，对。老师，你的令是什么意思？那个苍蝇一直围着就是苍蝇一直在餐桌上围绕啊。哦，所以那个苍蝇在餐桌上这样子一直转啊转啊，一直那边绕，就是令的意思哦。对，就是很多，甚至于我们去山上的时候，这里很多蚊子啊，令在那个呢，也在来。那个叫我这边呢，我提出我的意思。这个令哈，令的话，它是 LING 哦。LING 哦。令。令有点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小白老师讲的。老师你们讲那个对，那个马里根老师提到哦，你讲的那个令是 L 的，是苍蝇聚集的，是不是 R 是 L 的？对，不是 R。令的话，令的话，是不是那个小铃铛摆在手上摇晃这样的意思啊？令保年过来也是这样令。老师，你看呢？老师，你们看那个蔡宗涵对你们刚讲这个令的解释，他写是草米令，他这个是草的动作呢，炒菜的那个炒。令，有呢，好像我没有看到你。李进新老师好像有讲过这个哦。所以令是那个
苍蝇在那边围绕，不一样。ring 就是炒豆子嘛，对不对？对，很像是。我记得那个谁，格林，指令然后给它热一下。米格林是炒，我们的那边的说法是米格林。炒令，它是 L， 令啊令，不是 R 啊，不是 R 是 L。哦，对，那个南道晴熙，他这个蔡宗涵的好像是用 L， 格令好像是用 L 的字。对呀，格令是炒啊。对，他是用 L， 我们现在讲的是 R。ring 对 ring 没听过这样的 ring。好，那没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 ring 的这个字，夕阳西下，有人有听过这个意思吗？夕阳西下，我爱你。有人有听过？Ukalafian tu makremai tuku dadaya ku rumial。夕阳西下应该是哈个人，怎么会是这个？他可能有很多种说法，所以这个夕阳西下，你们没有印象哦？没有印象，可能是比较南边马兰那边的有可能。那没关系，我们回到这个，把那个啊拿掉哈，ring 炒豆子哦，它这个动作是一个炒的动作。那我很好奇说，那这个 ring 的这个 ring 是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办法猜到它的意思？如果 ring 是炒豆子，那个 ring 是什么意思？加热。我先写哈。会不会是你炒豆子在那个炒锅的时候炒出来的声音？翻炒的时候有那个声音对，我是那个锅子的声音，敲到锅子的声音吗？对啊，是令的这个字吗？对。令，感觉很难连结呢。这个令这个字好像跟那个锅子的声音很难连结。没关系，我们先写哦，我们来猜嘛，看看这一次可不可以猜到。大家一起思考哦，因为这个字可能感觉大家比较陌生。陌生。小白老师说 ring 有加热的意思哈，马里克老师说这个可能是那个在炒东西撞击到那个什么那个锅子的声音哈。我们来看看那个，如果没有办法共识哈，这一题哈，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去超反。下次有特别的那个的话，我们再来研究分析。也可以啊，没关系。那个马里克老师，我们现在好多那个尾巴有 ring 的，我们试试看哦。突然发现蛮多的。你看那个第一个屁股，你们有这样那骨令，你们有这样讲吗？屁股啊，那个打令，你知道吗？打令是什么？好熟哦。打令是堆积的意思。堆叠哦，堆积令。哎呦，打令，堆叠。这个令有感觉咯。我们刚刚上一个的堆叠，我们看一下，是蹦不一样。好，我们
打令第一个字哈，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字，我们把它多连结一点哦。打令，还有这个，老师，你们看这个字，你们有没有常常讲？earring，哦有，earring 是斜，那个歪着头看着对方这样。哦，就是歪着头看着，哦，头歪歪的看别人这样。老师，头歪歪的看别人，在以前阿美族的社会代表什么意思？就有意味的要挑战呐。哦，有一点就是挑衅对方的意思，是不是？那在恋爱过了我这样。啊，没你做这么大这样啊？在恋爱。好像那个牛啊，要打架的时候，那个头一定是歪在一边嘛，然后去斗嘛。对。在恋爱。那个凯明老师，这边哈，earring 哈，垂头丧气，垂头丧有一点气，垂头丧气，而且是垂头丧气也是哈。有一点靠在墙壁，或是靠在人家的身边的那个 earring，也是这个意思哦。对，有一点靠着的意思了，就是靠着的意思。那这个就是你的头歪歪斜斜的这样，另有那个歪歪斜斜的意思哦。有依靠的那个感觉了。OK， 哦，这样有感觉，有慢慢有接近哦。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有的那个打令这边是堆叠嘛？对。还有没有什么令？看一下这个。昨天喝太多酒了，然后就宿醉啊，那个表情。有没有？那个表情怎么描述？哪个学系怎么讲？那个表情要怎么描述？就是宿醉的感觉，然后就没精神，大家看了就觉得他就是鲁桑吉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会都没有精神？看起来的。然后那个人说，因为昨天宿醉了。所以老师你是以令是不是？还，就是说你的头怎么没有力气的歪歪斜斜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没有精神的意思。对。哦，所以他一定是靠着的嘛，所以他一定是靠着。他现在对，我们抓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他一定是靠的，那一定是不正，就是歪歪斜斜的。不正，歪斜斜的。歪歪斜斜。老师，你们看一下这个瘙痒哦，咪咕令这个字，你们有用这个字吗？古令没有啊，没有呢，也没有。Miss 有它这个同义词。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打令这个字哦，老师，我想你们描述一下这个打令是怎么堆，就是说乱堆一通，还是说堆的规规矩矩的？规规矩矩。规规矩矩的嘛，堆盘子的时候堆盘子。哦，所以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那个阿多的也是用打令啊。哦，你演阿图兰多古拉那个比如说我讲一个意境的哈，堆叠不一样哦。阿多的那个不一样。在那个赛稻谷的时候，不是都敞开的吗？如果说要把它准备收到仓库里边的话，一定要给它堆起来嘛。把那个稻谷用扫把用什么工具啊，都堆起来的意思啊。打铃恩好过啦呀。巴鲁丹。对啊，你说过对不对？你打铃安先堆起来的意思啊。对啊。
打一吨的咕噜也是一样啊。你挖一挖以后，一定要丢在比达林啊，打一个咕噜给啦。小高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那个达令的是，它是靠着墙堆吗？靠墙吗？没有，原地就这样堆哦。周对啊，边有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有了，它还是有的了。你放在那个阿列利的时候，也是要靠墙啊。也是放在仓库的时候也是靠墙。对，它现在有一个，刚刚我们有一个概念的延伸，就是说，因为它那个是歪歪斜斜的嘛，然后它有一点是引申，是靠在什么地方把它叠起来的感觉。那如果是老师你描述的那个，应该它要靠着一个地方，不然它叠起来很容易就倒了嘛，对不对？是啊，是啊，所以这个打令，这个令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刚刚我们延伸那个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有一点点是依靠着什么东西去堆叠的感觉。有，这样有没有？就是像刚刚你们也有形容说，就是一个人靠在人家的肩膀，也是用这个字嘛，对不对？令啊，对不对？也是靠啊。这个字会不会是说，就是说有点就是靠近的靠那个？有一点靠的意思。令，如果是靠近的话，是叫长赖呀。令啊令，靠近。长赖的话是长赖是用背哦，用背靠哦。长赖是用背靠的，令的话是用侧面去靠的，所以那个刚刚讲到一个我们堆叠那个鼓包的时候，也是会有靠在墙上的一个墙边呢，所以它就会有一种靠的意义在里面的意涵的。你看到，我们现在大家也不用说太一定要追求标准答案，我们就是尽量去描述这个词汇最有可能的意思。你看那个，如果令啊令的话，它是夕阳西下，也就是太阳慢慢靠近。我们如果是海岸线的话，如果是西边的人会靠近海面呐，那如果是东边的人会觉得它慢慢靠近山，对不对？像不像那个依靠的感觉？就是依靠在什么地方？就是那个太阳慢慢靠近什么地方的感觉，我们用夕阳西下去描述。可以，靠近啊。可能他的这个逻辑是用这样子来诠释。以前的时代只能用那种形容词的感觉去描述太阳下山的感觉，现在夕阳西下是中文的那么美丽的字，那个是一种它这个描述已经是另外一个境界了啦。但是我们阿美族人描述一定是很自然、很直白的描述，就是太阳靠近那个山的，就好像我们依靠在。对，可以哦，依靠可以了，靠了，可以了。就已经准备下山了，这样。所以小白老师你在讲这句话的话，有感觉吗？应该是这个描述正确的嘛？对，可以哈，可以。靠近依靠，依靠好像比较近。你看那个依靠的话，你的头一定是歪歪斜斜的，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们那个这个没有错，那个他这个应该就是有，刚刚我们不是一直说那个一定就是有点那个侧着头这样子，歪着头这样子嘛。所以说有人失恋的时候有没有依靠，也要找依靠，头也是靠在别人的肩膀上啊。所以那个依偎，那个叫依偎。很会解释依偎。所以我那你解释过依偎时候。对。所以我们不要放弃吼，我们阿美族祖先把我们生下来，我们一定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认真想一下就会想到。所以那个字，我先跟各位讨论说，我们大家有没有共识？我们用依靠的概念来解释这个令啊令的这个令，可以吗？可以。
可以哈。靠 ，OK， 那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错的。那你们看哦，如果哈这个字哈，你看哦，我们如果再解释的话，这个字应该我们就可以解释了。令这个字，这个叫炒豆子，就是说炒豆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炒的那个动作一直要靠近那个锅子，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在翻炒，对不对？令啊，就是你一直靠在那个，就是炒的动作，你其实一直靠近那个锅子，这样重复做这个动作。对啊，不能离开啊。对不对？对，要不然会烧焦啊。我知道有点牵强啊，我们暂时先这样解释。哎呀，哦 ，OK， 那我们来最后一个哦，我们这个最后一个结束，我们就结束了。那个马里克老师70个，37之70。应该硬啊，那个头啊呀，应该硬吗？对，旺啊，硬对。应该硬是摇头啊，摇头，应该硬是摇头啊。OK， 摇头啊。应该硬是摇头的意思了。哦，他有两哦，摇头，这边蔡宗涵的解释是说有点不同意的意思，这个摇头不同意是不是这个概念？也可以，摇头啊，拒绝啊。哦，因山来古拉娃娃，不是吗？摇头啊，拒绝啊，不可以啊。是这个那个小白老师是这个字吗？因是这个字吗？对，没有错了。因上古拉娃娃，因哦，古拉娃娃，所以是这个字哦。妈妈，我给你们娃娃。好，那我们那这样应该没有错啦，这个歌词都有。那这个印的话，我们来猜哈，最后一个字的，我们来猜它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印你们会怎么猜？拒绝，拒绝哈，摇动拒绝，摇动的意思。摇动或者是拒绝的意思。拒绝啊，对，不要也可以。好，我们先暂时摇跟拒绝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词汇可以验证你们的那个。好，解开谜题。发力印这个字我第一次看到呢，老师你们会吗？发力印有，我听过发力，就好像用拳头去打他的那个脖子这边的脸啊，把它印安。哦，你老师你在描述手去打他脖子的地方吗？哎，对，就跟头之间的这个地方啊。哦，老师他的侧面啊，侧手出击是由左而右或由右而左，他的打对方的那个啊的头跟脖子之间的那个点那个地方。所以他其实是那个有一点点就是用侧着身这样子出手嘛，对不对？也可以啊。对，他这个动作其实就有一点摇动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先把你的身体先稍微摇动。我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字尾巴是硬的。哎呀，这个啦，这个最准的。老师，你看这个打印对不对？打印，甩手，奇怪我没有。现场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打印？我没有听过呢。甩动，没有听过呢。没有关系，你看哦，这个字就算我们不认识它，它也是 ing 结尾，它是不是甩动的意思？算是哦。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说那个印的话，是不是你们刚刚翻成是摇跟拒绝？是不是
摇跟甩是有一样的概念？可以。老师，刚刚那这个侧推论是身打别人的脸，是不是有点甩人家一记耳光？对啊，对啊，对不对？是不是有甩的动作？对啊，对吗？所以这个应该是有甩的动作，对不对？所以说甩的动作就是拒绝啊。对，没有错。你把人家甩掉了，就是拒绝啊，对啊，对啊。好了，我们那个好几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对，他这个硬的硬就是有点甩，这个歌词本身就是不甩那个男生跟他的追求嘛，对不对？不甩那个拒绝那个追求者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刚刚那个侧边拍击也是用甩的，因为你用甩耳光，当然是用就是从侧边嘛，对不对？OK， 对，好，我们9:02哦，因为我们是7:03开始的，也算是准时下课了。那我们请那个马尼盖老师帮我们做这一次的讨论的结尾。好，谢谢。Aray halaku kita sinsi mapulong tada mahmuku baluto. Now anu away sa tuku hatini ay bangafang nunamo ami pa ini hawi saya ka laci ku sasualan hau no hani pa sibana tu tulus numita tu sana kita lemak anini taga anu nusila di payan hawi nanay kita agak siwatin anak kukusuar hati dah. Aray. Hai mama.